彩缤纷的软桥客家村，在淳朴的主东镇上格外显眼。当初为了防止蚊子产卵，将每间房子刷上白漆。有一天，软桥女婿吴尊贤突然灵机一动，决定替社区做点什么。吴尊贤师傅义工啊，他就说，没有我们来做个彩绘的动作。我说好，由社区来提供油漆，让他自己去想要画什么就让他画。虽然是个社区，却经常吸引游客前来。李长博身兼导游，热心带领大家欣赏这个可爱的客家村。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，它跟一般彩绘的地方，它是针对客家文化这一边去做一个，就是上面的一些绘画。五颜六色的彩绘中，随处可见客家谚语，小朋友在欢乐中轻松接近客家文化。阿蕉剪，阿蕉節，上拜叔婆祖上日。要是有任何一家做拜板，这个门就要拆下来给他用做什么？做砧板。从百年古厝了解前人的生活智慧，墙上斑驳的对联，应该就是软桥社区最早的彩绘。老婆，你在干嘛？洗衣服啊。社区的洗山坑依然保留客家传统的洗衣方式。小朋友，今天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行一拜张累了，行一拜张累了。结合文化、艺术和趣味，软桥客家村用自己的方式呈现新气象。原来客家文化也可以很可爱。上课喽！行一拜张累了，行一拜张累了，行一拜张累了。